土，地球最後的謎團。作者藤井一志。組織土唔需要遠赴北極圈或者係高原地帶嘅，喺園藝店裏面就可以見得到。嗰個就係泥炭土啦。由苔蘚植物形成嘅組織土，乾燥而成嘅泥炭土，雖然缺乏養分，而且呈酸性，但能夠成為改善透氣性嘅材料，幫蘇格蘭威士忌增添濃厚香氣嘅燃料，亦就係泥炭啦。被冰河侵蝕過嘅蘇格蘭係濕地，並且係組織土嘅寶庫，結合能夠喺寒冷地區生長嘅黑麥，釀造威士忌嘅主要原料就齊備晒啦。北海道嘅威士忌產業之所以興盛，亦都係因為當地能夠輕鬆取得組織土。有趣嘅就係北歐用嚟釀造威士忌嘅水，同埋威士忌一樣都係茶色嘅。有啲威士忌蒸餾廠會解釋就話，最適合釀造威士忌嘅水原本就係同威士忌有住相同嘅顏色，但實際上喺能夠就近取得組織土作為燃料嘅地區，河流亦都因為組織土而變得渾濁。呢一個係因為幾年前嘅苔蘚植物殘骸會好似茶葉一樣釋放出多酚類物質，並且未經分解就流入咗河流裏面啦。同茶唔同嘅就係呢一種茶色嘅河水並唔好飲㗎。威士忌、咖啡、紅茶同埋砂糖嘅文化喺英國發展嘅背後，同組織土裏面滲出嚟嘅飲用水本身味道唔係咁好，有住密切嘅關係啊。組織土喺地下深處經過幾千萬年嘅沉睡之後，就會變成煤炭。呢啲嘅煤炭唔淨止成為我哋使用嘅電力燃料，仲可以成為牛仔褲染色用嘅藍染料，成功由煤炭裏面合成出原本需要萃取自植物嘅電纜，係全球最大嘅化學公司巴斯夫。由染料起家嘅巴斯夫公司成功使用煤炭大量生產氮肥同埋火藥，氮肥就令到全球人口得以倍增，同時火藥就令到戰爭嘅死傷人數倍增啦。組織土雖然只係佔全球陸地面積嘅1%，但影響力就非常之巨大。